嗨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馬場南哥，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匹香港賽馬嘅中短途街市，當年都好受歡迎嘅。咁呢匹馬就係魅力之城。咁呢度睇到啦，呢幅相就係我當年影嘅。咁而家鑲咗喺個相架度。咁魅力之城咧，當年就係隸屬希斯馬房啦。佢喺99-2000年開始服役，咁跑咗6季，直至到03-04年嘅賽季咧就退役嘅。咁佢競賽生涯入邊咧，總共有9 win， 咁其中7個係杯賽。咁就第一季1 win， 第二季4 win， 第三季2 win， 第四季就2 win， 咁所以係總共9 win 嘅。咁佢其中9 win 入邊咧有7個冠軍咧都係杯賽嚟嘅。咁第一個杯賽就係99年11月27號。跑主席錦標嘅1400米由馬佳善策騎勝出啦。咁佢第二個杯賽咧就係2000年2月20號，亦都係馬佳善策騎一班1200米嘅無線電視杯。咁佢第三個杯賽咧就係2000年6月4號，亦都係馬佳善策騎嘅1600米沙田銀瓶賽。第四個杯賽咧就係2000年9月23號，鄭裕田策騎嘅一班1000米美國會所挑戰杯。第五個杯賽咧就係2001年2月18號，戴勝策騎嘅4歲系列首關香港經典一哩賽1600米嘅賽事。第六個杯賽咧就係2002年2月14號，馬佳善策騎嘅1000米楊志京短途錦標，楊志京短途錦標。第七個杯賽咧就係2002年4月21號，鄧迪所策騎嘅主席短途獎係1200米草地賽事。咁所以都無寶不落，咁佢都因為高班嘅好馬，亦都會針對啲杯賽去參賽。咁當然啦，香港嘅國際賽佢亦都有參與過，可惜就唔好彩贏唔到。好啦，咁我當年喺佢服役嘅呢段時間咧，我都有入馬場影跑馬相嘅。咁所以手頭上亦都有好多魅力之城嘅相片，咁我希望藉呢個機會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當年所影落嘅相啦。好啦，首先呢度見到就係2000年4月16號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咁嗰日係由馬佳善策騎嘅，咁佢呢一日咧係輸咗俾君子跑第2。帶先噶啦，但係最後就俾君子過咗啦，所以只能夠跑第2啦。好啦，呢度就係李格力嘅君子過咗就贏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2001年2月18號香港經典一哩賽啦，戴勝策騎，咁呢度就係準備出沙圈，見到戴勝入直路透出直領終點。當年係菲林年代啊，咁我係用菲林單鏡機，張張皆辛苦咁啊，因為一筒菲林36張，你要睇住嗰啲張數去影，所以每隻馬都唔會影得多，唔似得而家咁樣數碼，一隻馬跑過你影十幾20張都仲得。以前一條直路可能都係拍3、4張，亦都唔知拍出嚟嘅效果係靚唔靚，要到你攞去曬相鋪曬咗你先知。好啦，咁呢度戴勝贏咗返嚟啦，好開心。好啦，咁跟住戴勝亦都喺2001年5月20號亦都騎過去。sorry 啊，咁呢度應該係2001年3月25號。咁就因為係好馬啦，4歲好馬，咁所以亦都參加咗當季嘅香港打比，係2001年3月25號。咁當日請到好手莫迪策騎嘅。咁可惜因為始終佢係中短途馬啦，咁2000米唔係佢合適嘅路程，咁亦都跑得唔係咁好，跑得好後返嚟。好，跟住就係2001年5月20號啦，冠軍一哩賽，咁呢日係戴勝策騎嘅。咁佢呢場就亦都輸俾紅辣椒啦，咁所以只能跑第4嘅啫。好，咁跟住到2001年嘅香港一哩錦標啦。
咁馬佳善策騎只能跑第7，咁就輸俾當年嘅日本馬榮進寶蹄。好，咁跟住到2002年嘅2月14號，馬佳善策騎楊子京短途錦標，咁呢場咧就係勝出嘅，而跑第2嘅咧係李格力策騎嘅實力派。見到實力派喺出邊衝上嚟，9號馬白色衫，李格力衝上嚟，咁呢場馬佳善贏咗噶啦，翻嚟好開心，揮手。呢度睇到啦，凌生啦，凌生捧杯，馬佳善捧杯。咁跟住呢一幅就係2002年3月17號8週年紀念短途杯。咁呢場係馬佳善策騎，咁佢只能跑第3嘅啫。咁輸俾勇捷神驅同埋更歡笑。咁呢度見到啦，勇捷神驅當年嘅大頭利，更歡笑係大勝，魅力之城係馬佳善。呢日比較光線上影得唔係咁好，咁用400度菲林咁都比較粗糙一啲，咁係咁多噶啦。魅力之城我所影嘅係咁多，咁呢度亦都有一匹係同主馬先力之城嘅。咁2003年2月3號咧，佢喺一場4班1400米咧係跑到第2，輸俾馬偉昌嘅東海龍。咁呢度見到啦，係鄧迪策騎嘅。入直路帶出，咁馬偉昌嘅東海龍就喺後邊追趕。咁呢幅相就影到啦，3匹馬喺度爭持激烈，最後都係俾東海龍過咗，得到個第2。咁以上就係我馬場南哥嘅所影嘅相，希望大家會鍾意啦。咁麻煩各位可以繼續欣賞，同埋如果我喺 YouTube 嘅片上邊咧，可以點讚、分享、留言追蹤咁樣，多謝各位。